哎呀，早上啊，本来我是吃麦片的，因为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就不让我吃麦片了，一个人吃了一碗面条，碗我洗好了，但是这个锅没有洗，我看一眼啊，这个锅，这个锅等一下我洗啊，舍得倒啊这个。剩一点汤水啊，然后那个今天的视频的重点来了啊，姐妹们，你等一下你再講話啊。我之前发视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都是讲家乡话，都是讲南宁白话，然后被处罚了，然后告诉我这个方言的话呢，要翻译成普通话啊，没有办法，要跟你们讲普通话了。今天视频的重点就是这个炒菜的这个铲子啊。喂，这个女主角。这个铲干嘛呢？这个铲烫啊，放在这里呢，你炒菜放在这里，那个火在这里烧的，它那个烫手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也烂了，干脆我拿个毛巾包起来的，再捆一点那个绳子。哎，舒服是这样子拿。舒服吗？嗯。自己 DIY。再买新的，它也是烫的，它这種啊。我講啊，我見難受啊！我見我同你講普通話講得難受啊，硬心又硬肺啊！係啊，我哋講白話咧，講普通話，你硬要講普通話冇辦法啦。事實係咁烘嘅。你一炒菜放一下，你攞鹽油醬醋，馬上碌啊！一碌爛就碌壞啊！喂，老闆，實在我講啊，千有萬有啊，去買個隻新啊得嘛？買緊啊都冇使呢，你放喺啲始終嘅烘啊，烘嘅碌啊，你講緊你聽啊，係叫碌，唔得。而家呢隻仲更加碌，嗱，這個是鐵的，你看怎麼拿？隻閪嘢我嚟啲20年，應該就有20年啦。隻炒菜鑊都買得都丟得嚟咯。我係都好使啊，隻鑊嘅鐵鑊好靚啊，但係呢。啲一路煮啊，一路碌。你一炒菜嘅咁笨，你拎隻空嚟頂住嘅，拎隻空嚟頂住嘅，拿個餸嚟頂到它，你要炒啊，這裡要燙喎，又拿不了哦，難哦，難哦。太困難了，在美國啊！一炒它就是這樣動，一炒它就是這樣動。我俾你哋睇過我哋屋嗰隻老闆啊啲經典名言。你睇一隻同點拎得啊？我講向公公睇過同點樣，佢講收個碌木切落去，碌木切落去有咩用啊？更加硬心又硬肺啊！切碌木落去可能拎碌木可能得冇得，應該啊！我眼淚水出啊！你咪逗我啊，講啊！而家啱啱講冇除得講方言嚟啊，向你啲嘢就係講普通話。而家你又再加嚟隻用那個胸頂住它，喂，你怕我冇死啊！真係而家。真係頂啊！成日啊炒嘅，你一炒有時啊啲菜你咪講咁少，好炒咁樣喐啊！你炒咗啲年膠啊嘅要好大力啊！一請佢笨啊！哎呦！而家煮了1個月啦，煮得夠夠的啦，係嘛？煮得夠夠咩？而家我睇。而家到我煮啊！到我煮啊！我睇過同點整隻餅或者標條手巾落嚟。講去買個隻出走啊！冇呢隻鑊好使啊！隻煮嘢好喎。而家你兩，你隻蓋子燈喺邊啊？你隻蓋子嘅軟揼，爛係啊！一隻蓋係爛嘅好軟啊！你一隻蓋都20年啦，都20年啦。你睇一隻蓋啊！你見過啲鑊蓋係咁？我眼淚水出啊！得啊！去買衫啊嚇！啊！你見過隻鑊蓋係咁啊？當啲水豆腐咁軟揼。哎呦！你都冇識我有幾多喺美國啲粉絲問我套嘢去邊度買嘅，其實我都好想幫人哋，但係過啦20年啦，我冇記得喺邊度買嚟啊！隻鑊蓋整呢就新鮮，你講收個碌木啊，整個碌木攝落去啊，都好喎，咪有咁碌，有冇聽見啊？死咗你同佢講咪，對牛彈琴。哎呦 ，OK，
我陣間要翻譯過成普通話就得㗎，喺雲室啊，真係。黑聊聊咯，那廣西的唱山歌，姐妹們，給你們唱一段廣西的山歌，你們就能聽懂了，特別是廣西人能聽懂啊。黑聊聊咯，哈，好，這期這個這麼有方言的這個，哦，一陣間食嗰啲，那個筍啊，新鮮嗰啲筍。哎呦，那個筍乾啊，他拿嚟。係咩筍乾啊？我啲6、7蚊一磅。哦喲，你切得咁厚邊啲得？係咁啊喎，咁啊啲，你唔好講我都係筍乾喎，我6、7蚊一磅，啊真係啊！你切得咁厚同點食？喺美國要食嗰啲新鮮嘅竹筍啊，好貴啊，6蚊7蚊一磅，大皮賣俾你，阿姐皮剝出嚟一大袋。哎呦，叫做拎嚟切過咧，得㗎得㗎。邊啲食得啊？你冇切着手，陣間仲貴咧，阿姐。苦苦澀澀，你切得咁厚邊啲得？得㗎得㗎，你們叮得動就叮哦，叮不動就叮不動哦。收工。